来看美国编剧工会5月初开始罢工，致使真侪作品到今拢无法度继续拍片。劳资协商目前嘛无解决方法。若即马美国演员工会嘛有可能要徛公平自毁罢工。哈利有正人办电影《芭比》12日伫英国伦敦举行欧洲首演，演员拢有记者追问一个同款的问题：哪种工会嫌电影电视制片人联名的谈判破裂，你敢要加入罢工的电影？Yeah, absolutely.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all of us to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our union. I think it's important. 有18万会员的美国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佮代表迪士尼、Netflix、Amazon 佮 Apple 的电视制片人联名，还约12到期。因为双方伫薪水、福利佮 AI 人工智慧科技的使用有真大的出入。若阵袂当伫谈判期限进前达成共识，也是延后，安尼继续小摊2个月编剧工会罢工了后。这演员嘛会联手退出戏园，到时2大工会联手罢工，这就是好莱坞自1960年以来头一个出现的闹热摆。And having the solidarity of SAG is actually going to let us also make a real stand against these studios, especially internationally, because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re not able to really reach, but with the actors' help, we will be able to. 美国演员工会300几个成员已经写配予广播电视联合会演员工会，鼓励因唔通和解。大牌影星 Jennifer Lawrence、Meryl Streep、Jane Fonda、Lily Tomlin 这挂人，拢讲因会参加罢工。计划若是实现，各大片像电视网、串流平台所拄到的，若是这2个月来节目一直停播的场面尔，是电影全面停工，所有摆好的宣传全部取消的恶梦。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